那何世泰他能算计到这一步？何世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广兴又为何冒险弄出这出戏来？他自己又躲进牢房清闲去了。你是说成王爷把广兴给关押起来，这是广兴巴不得的事儿？四位王爷，还有咱们，都陷入他的圈套中。正是。广兴捅了个马蜂窝呀，他要把你我推到前面来，好去得罪王爷们。那广兴怎么知道我们就会陷入他的圈套当中呢？广兴知道王中堂一向是直言不讳啊，早就对王爷擅权谋私不满，而且有皇贵妃后面逼迫呀。皇贵妃？我是刚刚想到这一层。皇上有意要废黜皇贵妃继掌中宫，皇贵妃也意识到，鬼抓狐非要把皇贵妃的哥哥何世泰拉进来，就是想要皇贵妃有危机感呐。什么驷马为曹，那是何世泰说的吗？明摆着是要让你我站出来上书言事，逼着四位王爷交出权来。皇贵妃牵扯到后宫去了。何世泰没等王杰开口，抢先认罪，硬是把洪亮吉的话往自己头上安，结果扯出了四位王爷。有根有据的说，在查处和珅、福长安的时候，四位王爷大捞了一把，说的圣主大人几次都坐不住，直往起蹦。何世泰在提到和珅的妾的时候，圣主大人才坐不住的。还有呢？就这些了。皇上，圣主会不会把审问何世泰的情况透露给程王爷他们？他现在顾不上，回府扫他自家门前雪去了。他还真这么做。扫他自家门前雪？齐家圣主府，哎，瓜儿呢？瓜儿，奴才把他传来。算了算了，朕说过，不想看见他。会想这样？你没资格站着跟我说话，你给我跪下！哼，老爷说了，没理我就不用怕你。呸！你个不要脸的小贱货！打起来，这怎么办？夫人，青莲姑娘。哎呦，都别闹了！我的姑奶奶，老爷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这火烧屁股门了，你们还在府里跟我闹腾，你们这，你把瓶子给我放下！你别放下，摔呀！你当着老爷的面再摔一只给我看看！你给我放下吧你！这何日来过堂，说我那青莲的事儿，这事儿要说出去，我老爷，青莲就是做丫头、做仆人，也不离开老爷您。哎呦，我也舍不得你呀，得想个办法圆圆道啊！皇上驾到！老爷，青莲，你先躲起来，你先躲起来。你就是再有怨，在皇上面前要积点口德。奴才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少了一个呀，圣主？听说你又纳了个侧福晋，怎么不出来见驾？老爷，这可不是我多嘴了。皇上英明，眼里不容沙子啊！哼！皇上，奴才对
不起您，做了对不起皇上的事儿，没话可说。皇上，您就惩罚奴才吧。怎么罚你？又要捞点银子，朕罚你降职。你看看你做的事儿，把和珅的女人霸占来了。皇上，不是老爷强迫霸占，是奴婢自愿跟随老爷的。你就是圣柱从和珅府霸占来的？回皇上话，不是老爷霸占，是奴婢自愿跟随老爷的。圣柱是查烧和珅府的官员，强迫也好，你自愿也好，圣柱都是以权谋私，罔顾廉耻。尽快把他送走。如果有人再在你府内看见他，就自己掂量掂量吧。奴才遵旨。皇上，奴婢没有去处，求皇上把奴婢赐给老爷做侍女。求皇上了！混账！皇上口谕能改吗？既然老爷这么疼你，我倒有个好去处啊。陕西巷的翠红楼是个上等的地方，去那儿的客人呀，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。皇上都发话了，你还敢袒护着他？哼！王中堂的意思是和氏太没罪，广兴抓错人了。没错，和氏太有什么小过，那只是和珅擅权时的事情，没什么大事。圣上早已言明，和珅一案不许再株连下去了。换句话说，牵涉和珅案不许再追究。对，皇上是这么说的。我再问一遍两位中堂，和氏太在审问的时候就没说别的，就只说广兴谎称有皇上口谕。难道我与朱中堂还故意隐瞒和氏太的口供？王中堂误会，这就怪了。既然这样，广兴拘押和氏太，什么理由？几位王爷真想知道？当然要弄清楚了，要不我们怎么禀报皇上啊？广兴的歧途在4位王爷，还有皇贵妃，又跟我们扯上关系了，这又是怎么话说呀？到底怎么着？你们俩就别卖关子了，直说。各位王爷，我们也很为难呐，不知道皇上是否给过广兴什么口谕，因此这鬼抓狐到底说我们什么？对，他到底说我们什么了？能不能说具体点儿？圣柱，盛大人，说话呀！让霜打了。盛大人，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？心里不舒服。滕亲王，卑职身体不舒服，先颠儿了。站住！你就是要走，哪儿疼哪儿痒，要撂句明白话。盛大人，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？二位中堂都看见了吧？什么人？4位王爷，我看圣柱今天情绪不对头。这圣柱，他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各位王爷，想知道为什么圣柱拂袖而去吗？其实，圣柱不是针对各位王爷，而是广兴。广兴？那他应该去牢房大骂广兴去，在这儿掉个猪脸给谁看啊？但是，跟各位王爷关系也甚大。我猜啊，圣柱此时心里头正在埋怨各位王爷，他想在这关键的时候，各位王爷应该出来替他挡一挡、折一折呀。王中堂这话我可是越来越听不明白了。庆怜，各位王爷还看不出来吗？鬼抓狐的这把火，就是要先从圣柱身上烧起，最后还是要引向4位王爷啊！他敢？了得了还！
我在军机处看见德林了，这不知德林。德林？他去军机之路做什么？他也不是去军机处，他也是在外面听。德林偷听？德林让我转告你2句话。德林说，皇上讲，大人是嘴大嗓子眼小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听他的这口气，皇上好像对大人的这次行动感到有些不满的。不是不满，是相当不满。大人早就预料到了。看样子，事情如果做辣，皇上是不会担待的。那是。只有臣为君殉之，哪有君为臣担待的？看来王杰、朱时军也没有胆量与王爷硬碰硬。他们非但不会揭发4个王爷，还要联手王爷，置我于死地。这可不像王杰呀。朱时军这么说还好理解，他一向如此。看来4个王爷不比和珅、福长安，王杰也得掂量掂量。朕给广兴的话你传到了吧？回主子话，奴才已经跟周廷栋说了，想必他这会儿已经告诉广兴了。都不敢得罪4个王爷。广兴耍了个小心眼儿，躲进刑部大牢。王杰呢，一向直言不讳，这次也哑巴了。皇上，假若真是没人敢说话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再加把火，不怕没人站出来。广兴不是把和氏泰都给逼急了吗？主子，去哪儿了？刚才主子找你有事儿，怎么也找不着你，怕是找吉他公公赌钱去了吧？去。回主子，奴才呀，替主子去忽悠了一下程王爷和王中堂，这一回他们怕是坐不住了。你见着王杰和程王爷了？没有，奴才在主子身边做事，冒格子的事儿，小言子不敢。这王杰迟迟不肯弹劾4个王爷，4个王爷呢也不动手杀了鬼抓狐。奴才与和氏泰大人一合计，干脆在王杰和程王爷屁股底下点上一把火。奴才把证据送到了王杰府，王杰看到证据肯定坐不住了。程王爷看见奴才偷偷去送信，他肯定也坐不住了。奴才做错了。本宫从来就不想掺和进去，前2天是被逼无奈。这王杰、鬼抓狐还有王爷都忙活起来了，你还在里边瞎搅和什么呀？让皇上知道了，还以为又是本宫指使的。哎，我说你怎么事先也不说一声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。奴才错了。王中堂猜的没错，皇上知道圣柱接纳了和珅的妾，要他限期把那个青莲送走。圣柱是个关键，一定要说服他配合。圣柱现在什么人也不见，我去了2次，吃了2次闭门羹。老爷，这是别人送来的东西。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许接受别人的东西，怎么又收了？老爷，送东西的人说呀，这不是什么金贵的，而是老爷想要的，所以就收下了。来那个人长什么样？像宫里边太监。王大人，
东阁大学士，今有一份薄礼呈上。殊知中堂为人以不纳贿名扬我朝，天下为传，所以敬上的礼物不是金银美玉，却也涉及这些老石子，脱不了俗气。中堂有胆，请看下页；中堂若怕，就当没有收到这份礼物。天哪！暹罗王进贡给皇上的御马和象牙雕船，都跑到怡亲王府了。当初都知道和珅将暹罗王进贡给太上皇的礼物私吞，他自己也承认。可是，在查抄和府的时候，却没有找到这两样东西。中堂要追查，承亲王说和珅因为害怕，胡乱招供，搪塞过去。看来他是在庇护怡亲王。看来承亲王是银子、字画、地亩，样样不落呀。难怪他在庇护怡亲王啊！这么有力的证据，这就不像是德林了。德林知道，皇上一定知道。那最有可能，皇贵妃宫里的小檐子。哎呀，看来皇上真是把这个女人给逼急了。她原本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大人请看，这是一个神秘人送到我府上的，情况对大人非常不利呀。明日议政，4个王爷就要提议杀大人了。没想到王爷这么沉不住气。大人，你要早点想办法，过了明天可就来不及了。王大人，哎呦，周大人，请来请。哦，崔大人一向可好啊？哎，里边请。宋大人，哎，请。哎，里边请。哟，哎，赵大人，哎，您请。哦，王大人，哎，您请，您请。里边请。哎呦喂，我说4位王爷。大事不好了！能有什么大事把你急成这样？这广兴正算计4位王爷呢。瞎忽悠什么？广兴已经被我们拘押到刑部大牢了。嘿，你这时候来报什么信儿啊？广兴让周廷栋联络其他御史，草拟了一道奏折。明天早朝时，周廷栋就要率众御史联合上书了。他想干什么呀？他弹劾4位王爷啊！鬼抓狐的企图是要让4位王爷交出手中的权力。周廷栋不知道卑职和4位王爷的关系，也把卑职叫去了。听周廷栋的口气，广兴这么做是为了揣摩皇上的心思，还说到时候王杰会率文武百官站在御史一边，向皇上谏言，罢免承亲王的军机领班，定王爷、仪王爷、庆王爷也都不能在朝了。反了，这是谋反啊！是啊。师傅，发生什么事？今夜异常啊！有人看见周廷栋去了刑部大牢，见了广兴，回府以后，他就招了10多个御史在一起密谋什么。另外，义亲王、定亲王、庆郡王、察哈尔都统、热河都统都到了承亲王府。他们是不是和广兴的动向也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
另外，在我来的路上，我还看见王中堂坐着松云的马车去了刑部大牢，他们是不是也是去见广兴啊？王中堂应该是去见何世泰。皇上已经恩准王中堂与我一起去找广兴核实，他不会一个人背着我去找广兴的。反正弟子觉得，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都动起来了。好吧，就这么着。记住本中堂说的话。唉，就怕这广兴他不配合。我去找广兴谈，相信他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。对了，你去看看盛柱，这出戏没盛柱可不行。好，中堂放心，只要广兴没问题，我就没任何问题。再者说了，一个阶下囚，怎么敢跟中堂大人过招？是，哼，这广兴现在不也是阶下囚吗？他跟我可不一样，他是躲进牢里坐山观虎斗，看着王中堂跟4位王爷过招，自个儿在一边看热闹。哼，这种损招也只有这鬼抓狐能想出来。好了，咱们走。主子，怎么了？奴才一夜都没合眼，主子。这不都是你自己惹的事儿吗？说说看。回主子，可顺当了。王杰、松云折腾了一宿，找何世泰大人谈了一夜。鬼抓狐找周廷栋密谋，周廷栋回到府里就召集了一大帮御史密谋。4个王爷也没消停，都在成亲王府集会呢。热河、察哈尔都统都来了。以后就没你的事儿了啊！别给本宫惹事儿啊！奴才记住了。醒吧！你快去看看呀！青莲呢？青莲，青莲！青莲，青莲，青莲，他这怎么了？老爷，服了大量水银。怎么那么傻呀？我这不想辙呢吗？怎么走这条路啊？青莲怎么了？这是？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我，这不关我的事，是皇上下的口。老爷，您看。本来想用白绫把做过下了府内的人呢。廷栋啊，我现在对自己的文笔是越来越满意了，嘿，瞧着舒服啊！是啊，大家听说皇上有这意思，都跃跃欲试呢。行了，我该赶快走了，要不然该出大事。周廷栋。你胆子不小啊！敢私自闯入刑部大牢，这可是违抗了军机领班程王爷的命令。哦，你也想进来？那好啊，本王就成全了你。来人，拿来。那什么？奏折。王爷既然知道是奏折，少废话，拿来。王爷，2位王爷还是掂量其中的分量。这是罪臣写给皇上的认罪书。少来这套，我们替皇上收着。你给我拿来！这什么？拿来！拿来！别！法安你了！
大清立国以来就没有这么闹腾，看你们怎么向皇上解释这一切。哼，你们勾结朋党，图谋不轨，好解释。哼，愚蠢！闭嘴！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想收拾你这个鬼抓狐。这还有王法吗？这算什么？要封御史的嘴吗？左都御史大人，我们面见皇上去讨个说法。这是大清国的耻辱，竟然把御史抓了一大半。对，走，见皇上去，走，小子，闭嘴！哼！好了，这下可好了。哎，我把他们全都拘押在我府内地牢，看谁还敢跟我们作对。全拘押了？你们俩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把跟着鬼抓狐跑的各道掌印御史、监察御史都抓了起来，都拘押在我府内地牢。你们俩可真行啊！我就少嘱咐你们俩一句。都拘押了哪些个御史？江南道、河南道、山东道、浙江道、福建道、直隶道、江西道。你们把督察院都查封了得了。鬼抓狐这会儿正在你地牢里偷着乐呢。看来这回得找朱世军、王杰好好谈谈了。你说呢？我没兴趣。你对什么有兴趣啊？不管你怎么想，在王杰、朱世军、广兴这帮人眼里，你就是我们这条船上的人。圣柱大人，鬼抓狐这个奏折里，你可是个受益者呀。嗯？青莲死了，我受什么益呀？4位王爷，圣柱大人，哼，我什么也不在乎了，我就剩下一个顶戴了。皇上要瞧我不顺眼，就摘了算了。皇上驾到！平身吧。谢万岁。列位臣工啊，朕前些日子偶感风寒，把朝政托付给军机领班程亲王、内阁大学士王杰、文渊阁大学士朱时军。朕得知你们配合默契，甚为高兴啊。朝政嘛，就是需要列位臣工默契合作。最忌讳臣子之间各自拉帮结党。好了，程亲王，说说查处广兴的事儿。怎么不见周廷栋啊？正要禀报皇上，在审查广兴的案子时，发现周廷栋也参与其中。是他们两人一起诱骗郑白旗护军参领民安，私自调护军营兵出宫办差。是啊，皇上，他们这么做是置皇上的安危于不顾啊。看来广兴的罪还不轻啊。朱时军，臣在。王爷说的都是事实，是广兴让参领民安带护军迎兵去抓的何世泰。王杰，臣在。禀皇上，微臣按照皇上的旨意审讯了何世泰。广兴的事儿一直由4位王爷主持，微臣实在不知其中有什么缘故，是不是请4位王爷说说广兴为何让民安去抓捕何世泰啊？这很明显，
广兴那么干是冲着皇贵妃的，何世泰是皇贵妃的哥哥呀。那微臣就更不知道了。这也是广兴的险恶用心。皇上早就有过圣旨，和珅案子不再牵连。广兴竟然以何世泰曾经和和珅有过来往为由，让护旗迎兵把他抓了，还暗示明安说皇贵妃也曾和和珅有过来往。一来他违抗圣旨，二来他挑拨皇上与皇贵妃。何世泰怎么说？何世泰交代了一些事，这有他的供词。呈上来。还有什么事要禀奏的吗？没有了就退朝。皇上，广兴怎么处置？你率三法司先拟一道奏折上来。遵旨。退朝。退朝。广兴是怎么搞的？他想让朕等到什么时候？去告诉广兴，再耍鬼抓狐勾当，小心他的脑袋。这，皇上，今儿个朝上，王爷跟王杰他们有点怪怪，奴才觉得，王杰和朱时军好像故意在回避什么。去问问广兴出了什么差池。朕想看到的弹劾奏折，为何还没呈上来？这，皇上请用茶。臣王杰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这，直说了吧。何世泰这份供词里面说的，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？何世泰说了好几件事，这得看皇上问哪一件了。司马围曹这个谣言，何世泰说是他自己讲的，可朕听广兴说，是洪亮吉酒后狂言。臣也知道，是洪亮吉酒后狂言，不是何世泰说的。连你都不相信，为何不向朕禀报？为何不核实清楚？皇上，何世泰把这件事揽到自己头上，有他自己的目的。引出一个贪污案子，这也是为什么微臣不在早朝禀报，直接呈给皇上看的原因。毕竟牵扯到4个王爷。其实此事，微臣早就应该向皇上提起，可是2件事被广兴搅到一块儿去了，微臣也就再没提起此事。微臣失职。那你现在说说这2件事。皇上，事情不妙，奴才在刑部大牢没有找到广兴。皇上，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你想都不敢想，大清有史以来闻所未闻的事儿。有这么严重？是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程王爷在早朝时只向你提起过，周廷栋的案子受广兴牵连。其实他们不仅把广兴和周廷栋转移地方囚禁，还把所有参与弹劾他们的各道御史都给抓了起来。都有哪些道监察御史？江南道、福建道、云南道、河南道、湖广道，等等等等，都抓了。哼，真是无法无天！我
大清立国以来，还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。微臣分析，这些御史们一定是参与了广兴的密谋，被王爷发现了。他们不光是冲着广兴，这是跟朕叫板。朕原本想由你们大臣提出弹劾4位王爷，朕顺水推舟，劝他们交出权力。朕这么做也是想给他们个面子，让他们体面地交出权力。传松云朱时军带徐亨来见朕。这。列位先祖，永远不想采取这样的办法，可为了我大清国昌盛，为了祖先基业永传，永远不得不这么做。皇上，剪除和珅党羽以来，京城防务乃至皇宫护卫都在定亲王手里。皇上，朕意已决，你们都去吧。从今天早朝的情形看，王杰和朱时军暂时还不打算禀报皇上。我打算找他们谈谈。抓了这么些个御史，咱们现在可是被动啊。只要让那些御史改口，站在我们这一边，反咬鬼抓狐一口，我们可就不是弱势了。到时候，我们就可以。王爷，德林公公来了，说是皇上传王爷进宫。没事，皇上肯定是要说广兴的事。事已至此，不要沮丧，只要想个法子让那些御史们改口就可以了。这是唯一的希望了。干什么你们啊？皇上在此，谁敢放肆？十二绵不知圣驾在此，请皇上恕罪。广兴在哪儿？那10几个监察御史在哪儿？王爷跟这儿等会儿，皇上说话就来。嗯。皇上，您不是传11兄去养心殿见驾吗？老十七啊，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你想要和珅这宅子，朕就把和府赐给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是我阿哥。皇上，人都在这儿。叩见皇上。广兴即便有错，
也不该关在这儿。瞧瞧你们办的事儿，让朕说你们什么好？皇上，奴才以为再也见不到皇上了呢。苍天有眼，广兴重生，又能孝敬皇上了。微臣谢谢皇上啊！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大人，慢点。朕找十一哥来啊，是想请十一哥来品评一下这幅快雪时晴帖真美。朕看来看去，怎么就看不出它是一幅临摹赝品？皇上，父皇当宝贝收藏，应该不会是赝品吧？父皇收藏的时候当然是王羲之真迹，可现在却是赝品。王杰、朱时军怀疑是和珅掉了包，把真迹换成了赝品。和珅收藏古董字画，这谁都知道。这就怪了，在查处和府的时候，朕从你们报上来的字画清单里没有看到。快雪时晴帖是长腿跑了，还是长翅膀飞了？当时查抄和府的时候，确实没有快雪时晴帖。既然皇上今儿个提了，那我再回去查。也好吧。朕正有意将此宝赐予十一哥，只是需要十一哥自己去找。皇上在说笑吧？不，朕是认真的，送给十一哥了。